是我们邀请台语汉系堂的许德亮老师。许德亮老师每个礼拜六早上到我们普隆政大上课的时候，进政大办公室都会讲很多多国的语言这样子，他都非常有趣。好，那我们邀请许德亮老师。校长，咱社大同仁，中山社长做干事，各位记者、先生、女士，大家好。好。伫遮吼，我爱先甲遮记者、先生、女士会先甲会一个多谢。希望今仔日咱这个大力甲反散出去啦，吼，这是咱的愿望的所在。若讲到台语的教育来讲，为民国91年开始，我算讲同主亲的啦。91年哦，第一届有史以来第一届教育部招考台语老师，我就讲若考台语谁怕谁啊，上家都讲咧考掉，哇，考掉代志接受做来啊吼，但是咱是无维持这个艰苦啦吼，较忍耐嘛，爱拍拼吼，已经教小朋友教20年啦，吼，即记咯，车台，因为这个当中，我过去转去读硕士班，咱这个时代的这个台文所硕士班。读出来了，我才想讲，怎要创啥？来去社大，开课，所以我伫这个宜兰社大已经堂不来进入第12年啦，时间过得真紧，咱定我即摆要强调就是讲，因为咱过去错误的这个语言的政策。虽然唔知我讲台语到底是啥物我故事哦，其实2000年前，2000多年前，咱台语是国际化的语言哦，为沖縄、日本、韩国，为阮主导的阮去看中原甲越南，这拢使用咱这个汉语，就是即摆越南吼。80岁以上的，伊嘛晓看有汉字哦，嘛晓吟诗哦，咱大家好习课。但是咱即摆差点要萎缩去啊，足无彩，咱即摆咱的台语就是变做啥？咱即代要会晓讲，下一代有讲咱无讲，即摆阿孙的迄代就无人要讲啊，这就是危机出现啦。安尼佫继续下咧，30年后，就是敢若过去叶国兰迄个行政院副院长讲的，原住民语已经去求去啊啦，迄个客语就是伊要开刀啊啦，台语咧你挂号啊啦，咱要哪做？就是爱服用世界。语言服用成功的有通典型的2个例，一个就是纽西兰的毛利语，伊经过这30-40年，伊即摆算讲成功。搁一个是 Hebrew 希伯来语，伊甲这个19世纪是讲出啥？纯个圣经呢，通讲尔，剩的吼。日常的拢袂晓，咱即嘛服用成功，所以即摆比以色列，伊嘛是国家语言之一，这就是，咱即摆要行路，就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就爱问咱大家各位，即摆咱的今年的9月开始，110个学年度开始，高中、国中嘛要开始有台语课，我个人认为讲，安尼也无够，咱爱多多去推广，推广就是第一个首要，就是爱来咱的社内充电。即摆通面临的危险就是啥？这个
9月就要开始要教高中、国中，迄老师吼欠偌济都偌济啦，可能大家也毋知影，迄是我吼过去10几工从政府吼接10几通电话啦，拢去找老师啦，找台语老师啦，吼这是大家要努力的所在。咱即摆要讲的就是讲，若来咱这个社会进修，咱这个课适合啥物呢？第一个，阮咧上课用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台湾罗马字拼音，台湾罗马字拼音，台湾罗马字拼音，就是即摆小学的这个台语课的这个音标，台语嘛音标，过来，若来咱遮进修，尤其是想要去以后要去国中、高中做老师咧，咱这个课通适合，咱会为这个土基础来教起，用台语的音标，台语的八音7调，一步一步咱会教，若上课，咱来写诗，咱来吟唱，大家欢欢喜喜，就会当入头壳。总比你讲用迄落北京语来读到，即个问题学生学不了，伊就袂晓读啊，伊就袂记啊，所以伫遮咱要搁强调，若有趣味要去国中、高中来做台语老师，要考证的，甲迄个检定台语检定的，咱请多多来咱罗东社大、宜兰社大，中老师的课、阮的课，来遮充电，多谢各位。